毛孩嘅健康快樂係各位家長最關心嘅事。心臟作為核心器官，直接影響佢哋嘅活力同生活質素。有數據顯示，寵物心臟問題其實唔罕見，例如臨床上小型狗仔較易出現瓣膜性心臟病，大型狗仔則要留意心肌擴張，而貓仔最常見嘅係心肌肥厚問題。無論係品種特性、遺傳因素，定係隨年紀變化，毛孩嘅心臟都需要我哋細心守護。除咗每日運動同定期檢查，適當嘅營養補充都可以為心臟健康提供多一重支持。Innovetto Mopum 寵物護心胺就係專為寵物心臟健康而設嘅頂級營養補充品，配方結合咗臨床驗證嘅營養成分同高效天然植物萃取，全方位呵護毛孩嘅心臟。成分包括紐西蘭認證專利松樹皮萃取，能夠高效抗氧化，更蘊含高達80%OPC 原花青素，有助提升血管彈性，強化心臟功能，保護血管壁免受自由基侵害。輔酶 Q10 天然存在於毛孩體內，係細胞產生能量嘅重要元素，就好似細胞嘅充電寶，專門為細胞入邊嘅發電機即線粒體供電。心臟作為不停運作嘅器官，最需要輔酶 Q10 嚟支持，而佢嘅水平會隨年齡增長下降，因此補充輔酶 Q10 有助維持心肌細胞能量代謝，對年長或有需要嘅毛孩提供支持。另外，產品仲加咗精氨酸同牛磺酸，精氨酸有助促進一氧化氮生成，從而支持血管健康同血液循環。而牛磺酸對於貓狗嘅心肌功能尤其重要，體內難以自行合成，需要從飲食中攝取。紅景天造金源自高海拔植物嘅萃取物，研究顯示佢有助於提升心肌對氧氣嘅利用效率，同時具有抗氧化特性。總括嚟講 Innovetto Mopum 寵物護心胺以專業與科學為基礎，透過精準嘅營養配方，從多個方向支持毛孩心臟健康，包括幫助維持血管彈性與循環，支持心肌細胞能量功能，同埋提供抗氧化保護。守護家庭成員離唔開知識同用心，從關注心臟健康開始，讓我哋為毛孩嘅長久陪伴提供更全面嘅照顧。想了解更多關於寵物心臟健康產品嘅專業資訊，歡迎隨時聯絡我哋。